上次講到客家話關於說謊嘅講法，其中一個講法叫做講胖話。好多人打字是打呢個肥胖嘅胖，呢個當然係唔對嘅，因為呢個字係在普通話裡面將讀胖，客家話就係讀胖。咁客家話講嘅胖是係哪個字呢？我估計太多數人都領唔到，我都領唔到。係呢個字，呢個就係客家話講嘅胖谷嘅胖。如果唔係用肥胖嘅胖，意思就啱啱相反。比如講胖谷，本來係指冇味嘅谷，係入潮來嘅，就係胖谷。如果你用肥胖嘅胖，咁就係估起來比正常嘅谷還要大階，咁樣就為肥胖，係嘛？呢個字在其他方面係表示沒有嘅意思。普通話就係讀毛，客話係讀冇，都係表示沒有嘅意思。真正客家話表示沒有嘅真實，就係無，拍讀就係冇。呢個字係雖然係一個熟詞，不過在客家話裡面表示胖係十分到位嘅。客家話講胖係有冇嘅含義，睇客家話嘅表達更加豐富。冇字彈嘅牆，差唔多大胖牆，講話唔實在，虛假浮卡，佢係講胖話。總之全有啲人也講太胖冇，太胖貴，嘛，就係呢個胖。